係，大家好，阿培。阿培咧嚟到中山神灣站嘅繁花里呢度。咁啊，聽日已經係我哋香港嘅復活節假期，一共會有4日嘅。咁繁花里呢個小區咧就有好多香港朋友幫襯啊。咁呢幾日繁花里會做出咩優惠活動回饋俾大家咧？所以阿培今日咧就過到嚟呢個屋苑咧拍翻條片，係啦。咁啊，阿培咧就拎咗一沓價單過嚟嘅。現時繁花里咧就係賣緊54座嘅單位，同埋有56座嘅單位，以及咧57座，仲有幾套2房嘅住宅尾貨。阿培拎咗54座嘅唔同樓層4隻 size 嘅最終優惠價錢，呢幾日先至可以做到嘅一個價錢。咁除咗樓價做咗優惠之外咧，發展商仲有另外3個方面嘅優惠政策嘅。咁第一個咧就係佢可以用1萬蚊就可以買到一個產權車位。咁產權車位咧就係可以俾業主長期去使用嘅，同埋咧係獨立出證出到房產證嘅，可以俾業主自由交易嘅。咁第二個方面咧就係而家繁花里咧就建緊一個購物商場。呢排成交嘅業主咧，發展商仲會送1萬蚊嘅購物卡。第3個方面咧就係關於首期嘅方面。咁呢度無論大積嘅單位又好，細積嘅單位又好，54座又好，56座又好，全部都可以做到2萬蚊首期就可以買到。OK， 咁呢度咧就係復活節呢幾日繁花里回饋俾大家嘅一個購房活動。而家咧阿培就去翻示範單位，咁分享下唔同 size 屋內嘅間隔啦，同埋分享下呢6套唔同樓層最終嘅優惠成交價究竟做到幾多？而家就出發去睇一睇。OK， 而家我哋睇翻繁花里嘅示範單位，咁就嚟到54座25樓嘅位置。咁呢度單位嘅排布咧，一共會有4個嘅，咁會有2部梯，2梯4伙嘅一個配置。咁一共咧就會有4隻 size 啦。呢度會有一套89平方嘅，跟住會有一套100平嘅。嚟翻呢個位置嘅話咧，我哋嘅右手邊咧就係一套107嘅，跟住咧左手邊就係成層最大嘅積數係119嘅。咁總共咧就係2部呢配置有4套單位。咁我哋咧就由細睇到大，先睇翻呢一間89平方嘅。咁繁花里54座嘅89咧就做到3間房1個洗手間嘅。咁屋內咧係豎廳嘅一個設計。咁睇嘅呢套單位咧，亦都係發展商嘅交付標準咧。OK， 入門位置會預留一個噏位做到鞋櫃嘅，跟住呢度咧係豎廳嘅餐廳、客廳以及景觀露台。呢度咧就係佢哋嘅廚房。廚房嘅空間咧都係足夠嘅，亦都開到一個窗可以做到明廚嘅。咁客廳呢度嘅開積咧，大概會有3.3米咁樣嘅一個開間嘅。過到嚟露台，咁阿培呢套89平方嘅單位咧就介咗2個樓層，一個咧就係中高樓層17樓嘅，一個咧就係高樓層31樓。而示範單位呢一套咧，亦都係一套高樓層25樓，所以大家可以睇一睇呢度嘅一個景觀視野。如果係31樓同埋17樓，佢哋介出嚟嘅最終嘅優惠價咧，全部都係做到707000蚊嘅。咁單價圍到落嚟咧，就係7971蚊每平方。係啦，咁如果係咁嘅景色，唔知大家中唔中意咧？前面無遮無擋嘅，可以望到我哋嘅西貢景色。同埋咧，因為前面無遮無擋咧，我哋企喺露台咧係非常之斜方嘅。咁89平方嘅呢隻 size 咧，佢陽台嘅朝向咧就係朝西南向嘅。OK， 而家咧我哋就睇翻房間，房間就總共有3間房1個洗手間，我哋簡單去參觀下。OK， 呢度咧就係主人房啦。咁第2間房同埋主人房佢嘅朝向都係朝西南嘅。所以同我哋嘅景觀露台望到嘅景色咧係一樣嘅。係啦，都係無遮無擋望到西貢嘅。OK， 呢套單位3房1個洗手間，如果大家覺得一個洗手間可能唔夠用，我哋就可以睇翻隔離嘅呢一間100平方嘅。
OK， 100平方咧，佢都係做到樹廳，但係咧佢係3房2個洗手間嘅設計。入門位置同樣都預留一個噏位啦，跟住呢度咧就係我哋嘅親客廳。都係望翻景觀露台。一樣嘅一個朝向，但係呢度咧就係西北向嘅，係啦。景色都係無遮無擋，望到我哋嘅西江。因為潮西啦，所以到下晝嗰陣時咧會有西斜嘅。呢方面如果大家可以接受到咧，就可以考慮翻呢一套。咁都度一度佢哋客廳同埋餐廳呢度嘅開積咧。咁頭先嗰間咧就係3.3米。咁呢間讀出嚟咧就係去到3.6米嘅。佢個積咧大咗，所以佢廳嘅一個闊度咧空間咧就都做大咗嘅。OK， 呢度係廚房咧。廚房都係擁有窗做到明廚。咁都係交付標準啦呢間屋。而家咧就睇一睇佢房間同埋洗手間嘅排布。入到嚟3間房2個洗手間，呢度係公共洗手間。冇做到公室翻嚟，所以業主到期時咧可以自己加裝嗰個浴屏。OK， 呢度咧係佢第2間房，空間係會做得比較大嘅。嚟到呢度咧，主人房就係一間套房嚟嘅。OK， 咁呢間100平方嘅單位咧，阿培就計咗一套15樓嘅。咁15樓嘅04單位100平方。總價咧就係793000蚊就可以成交到。圍到落嚟嘅單價咧就係7914蚊每平方米嘅。呢個咧就係現時發展商可以做到俾大家嘅最終嘅成交價。阿培亦都會有額外嘅回贈咧，可以更加幫你更平嘅買到呢度嘅單位嘅。OK， 仲會有一套。即係都係計咗一套高樓層27樓嘅。27樓嘅100平方咧，成交總價就係811000蚊，圍到落嚟嘅單價咧就8094蚊每平方米。OK， 而家咧就去睇翻另外2間大積嘅。另外2間大積咧就係做到雙露台南北對流嘅。OK， 而家即刻去睇睇。OK， 而家我哋嚟睇翻呢一套107平方嘅。107平方又或者119平方又好啦，呢度門口位置咧都會有一道消防門嘅，所以你呢個位咧就係可以俾呢套單位自己使用嘅一個入戶花園位置嚟嘅。OK， 過到嚟咧107平方咧，佢就係雙開門嘅設計，會有一個細玄關。到期時呢度咧可以再做到倒櫃都冇問題。107平方咧，佢就做到南北通透雙露台。間屋咧就有3間房2個洗手間。係啦，我哋都度一度佢嘅一個餐廳嘅開積咧。餐廳度出嚟咧就大概3.25米咁樣嘅一個開間。客廳係會比較闊落啲嘅，陣間再讀俾大家睇一睇佢嘅一個尺寸。呢度係廚房咧，廚房係 U 型嘅一個灶台，跟住呢度咧係可以擺到一個雙開門嘅雪櫃嘅。OK， 呢度係一個生活露台啦。生活露台咧同我哋嘅100平方又或者89平方嗰2隻 size 嘅朝向咧係一樣嘅。呢度望出去都係我哋西江嘅景色。而家下邊咧就係農田。OK， 過翻嚟我哋客廳嘅位置啦。客廳係比我哋嘅餐廳會闊落啲嘅。我哋度一度佢嘅一個開積。呢度度出嚟嘅一個開積咧，就去到3.6米，係啦，同100平方嗰度嘅客廳嘅開積咧係一樣嘅。係啦，呢度咧就係朝東向嘅一個露台。朝東向嘅露台咧，就主要望翻我哋嘅別墅區以及我哋嘅一個園林區嘅。如果揀翻低層嘅話咧，就可以望到我哋原生嘅一個泳池。係啦，而家咧就睇一睇房間啦。呢套107平方嘅單位咧，阿培就計咗一套23樓嘅。23樓發展商最終嘅一個成交價咧就係854000蚊。
圍到落嚟單價咧都係唔夠8000蚊啦，單價係7940蚊一平方米嘅。OK， 咁睇一睇房間，3間房，2個洗手間。咁公共洗手間咧就做到一個公室分區嘅，洗手盆咧係攝喺出邊嘅。呢度係最細嘅嗰間房。房間嘅間隔都係比較市正嘅，比較容易擺家私。呢度係第二間房咧，大家可以見到佢係幫你搭埋嗰個飄窗位嘅，所以影得成間房咧會比較闊落啲。過到嚟呢間咧係主人套房嚟嘅，我哋可以睇一睇。第二間房同埋主人房咧都係朝西南嘅朝向咧，所以都係望到西貢嘅一個景色。OK， 咁呢套咧大家展示到俾大家嘅，亦都係一個交付標準。而家咧，我哋就去翻54座成層最大嘅積數119平方嗰間示範單位去睇一睇。OK， 而家我哋嚟睇翻119平方呢間示範單位。呢間單位嘅門口位置亦都會有一個消防門嘅。咁呢個位置亦都係俾呢套單位可以自己去使用嘅。門口位置亦都有窗嘅，咁係東向。望翻我哋嘅一個園區，咁119平方咧就係做到4間房嘅，跟住咧佢係做到一個南北通雙露台，入門位置同樣都係做到一個雙開門嘅設計啦。跟住呢度咧會有一個玄關，咁呢間單位咧就唔係交付標準，亦係發展商做到嘅一個創意裝修，所以佢會有啲位咧係改咗嘅。咁嚟到呢個位置嘅話咧，發展商就將佢嘅廚房咧就改造成一個開放式嘅。所以到期時大家買落嚟唔中意發展商嘅裝修咧，就可以參考下呢間單位嘅一個設計咧。係啦，咁廚房都夠晒大嘅，咁發展商喺呢度咧就做到一個裝島台。過到嚟呢個位置咧就係餐廳、生活露台。生活露台咧係都係朝西向嘅，咁朝西向嘅話咧，佢會光猛啲，所以平時晾衫都係會比較容易乾。過到嚟呢個客廳嘅位置，客廳相對比餐廳咧，亦都會做得更加闊落。呢度係景觀露台，都係望翻我哋嘅園區嘅，同埋亦都可以望到我哋嘅山景、別墅景。有3重景觀啦，呢一度。OK， 咁而家去睇一睇房間。OK， 而家我哋嚟翻呢個位置咧，就睇翻房間，總共會有4間房，2個洗手間嘅。呢度係公共洗手間咧，做到公室分區。咁嚟翻呢個位置嘅話咧，喺我哋嘅一個左手邊，其實咧原本交付咧係會有2間房嘅，但係發展商嘅創意裝修咧，就將佢做成1間房。非常之享受嘅一個設計啦，係一個諗法。跟住佢對面嘅話咧，就係我哋第3間房。每間房咧，佢嘅空間都係足夠闊落嘅。呢一間咧就119平方。咁阿培咧就介咗一套23樓嘅。咁呢間示範單位25樓、23樓佢嘅一個成交總價咧，呢幾日復活節假期咧就可以做到100萬以下。發展商俾到嘅一個成交總價咧就987000蚊嘅。咁呢度嘅價單咧，我哋都會分享喺視頻俾大家去睇一睇。呢個位置咧就係主人房，係一間套房嚟嘅。咁房間都係朝西望翻我哋嘅一個西貢景色，非常之靚嘅視野，無遮無擋。跟住嚟翻呢個位置咧，就係我哋嘅一個套房嘅洗手間啦，大家可以去望一望。OK， 咁焚花里咧，今日咧就主要介紹都係54座呢一度嘅單位啦，有4隻 size， 分別介紹嘅一個樓層，分享嘅呢6個價單咧，全部都係中高層，又或者係高層嘅。咁如果係低層嘅單位咧，價錢會再平啲啦。咁除咗54座咧，仲有56座嘅。咁56座相對比50座咧，佢嘅價錢又再平啲。1平方大概可以平多
200萬至到300萬左右。咁啊57座咧就係仲有幾套兩房嘅一個住宅單位，嗰度兩房76平方咧，大概成交價咧就係60萬左右嘅。OK， 咁除咗佢樓價做咗優惠之餘咧，正我哋頭先喺片頭講到嘅發展商仲有3方面嘅一個優惠政策。第一個就係低首期，第二個咧就係一個送車位，第三個咧就係一個送1萬蚊嘅購物卡。咁除咗發展商嘅優惠之外咧，我哋公司喺復活節亦都會做一個繁花里嘅專場。如果通過我哋公司成交繁花里嘅單位咧，我哋公司會回贈大概價值47000蚊嘅一個大禮包俾到大家嘅，咁可以用到你更加平啲買到呢度嘅單位，可以享受到大灣區嘅退休生活。OK， 我係阿培，大家下集再去睇樓啦，拜拜。